据可靠人士4月20日消息，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萨克自治州东突厥斯坦阿拉泰地区波尔津县，有6000多名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不分男女老少被无理由抓捕，并遭受了严重酷刑。波尔津县80岁高龄前任退休县长考肯拜伊也在其中。被抓捕人员的孩子一律被送到孤儿院进行汉化教育。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个选民登记中心外，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自杀身亡，造成至少31人死亡，57人受伤，但总数仍在上升。伊斯兰国声称对该袭击事件负责。在2008年当选亚美尼亚总统的塞尔日·萨尔基扬上周辞职后，结束了2届总统任职最长时间，但这次由执政党提名为总理。阿尔多安参加电视台 NTV 频道节目时，向希腊提出了相互交换土耳其和希腊之间扣留的士兵时，希腊总统帕夫诺普洛斯给了否定答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美国前一天说，将劝阻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退出伊核协议。他说，只要他没有看到其他替代方案，他将再次强调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重要性。伊核协议于2015年5月12日由伊朗、法国、美国、中国、英国、俄国、德国等7国签署。在此协定下，伊朗同意接受限制与监督，确定不发展核武，其他国家则需要撤除对伊朗的制裁。4月23日，土耳其、美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同时庆祝了国家主权和儿童节。孩子是国家的栋梁，孩子是国家的未来。祝你们节日快乐！